家文化的乡亲朋友哈，共同组成的哈，那个高雄市客家文艺团的团员哈，伊呢都是归热情的推广那个客家文化，同时呢也是我们在地耕耘哈，让我们富有历史传统以及美好的客家文化能够继续的在我们的高雄哈来发展哈，伊呢希望哈透过也个客家古有的传统哈。本来呢，个高雄个客家文化历史哈，文体大地，来继续个传承下去哈，继续个发扬下去，继续的传承发扬下去，给更多人认识我们的高雄的客家文化。那今天呢，他们也会带来2个表演哈，三号的呢，就用热情的中山来发扬高雄市客家文化，带来个讲语哦，中山发扬，掌声欢迎。
好听的歌曲讲讲一狗。好，3号呢，以年很会带来跳舞表演哈，还要为大家带来跳舞的舞蹈表演哈，会带来一个舞蹈表演，叫做曲年秋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次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在把本来那个高雄市客家文艺团，在把热情的送上欢迎呢。接班了，因为那个是800块，800块。